废人商鞅，虐吏之人，废礼仪之教，任刑名之术，不施法古，外族商化，贪婪无度，策划谋反，罪无可恕，处以五马分尸之刑，诛灭全族。商鞅，当初你割我太傅鼻子的时候，可曾想到了今日？如果想到有今日，那么当年还是处罚的太轻了。边境屡设一老丈，尚能奉行我商鞅之法。商鞅虽死，其法不灭，又有何憾？只可惜我商鞅看不见大齐一统天下，帝业之成了。行刑！秦国变法的商鞅，竟被新君夺命了。都说他是做法自毙。可惜了。大王，秦先王孝公重用商鞅之法，尊爵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兵动而地广，兵修而国富，立威于诸侯。我大楚想要与诸国争雄，何不效仿之？商鞅之法，弃道而用权，废德而任吏，使得秦国上下怨声载道。大王，千万要慎重。微臣有要事向大王禀报。啊，太史令，请随我来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我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霸兴了。霸兴出事，四府变，六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这是天要兴我大楚啊！大王，你仔细与寡人说说。臣观此兴出生于玉女星之南方，正对应我们楚国。主后宫有孕者，定生霸主。你是说，霸兴将降生在寡人的后宫？降生的是天下的霸主。宣勇相令。微臣拜见大王。寡人问你，近日后宫可有妃嫔怀孕？禀大王，诸位嫔妃并无人怀孕。不过什么？举济宫中有一应女项氏怀孕，已经6个月了。哦，果然有孕者。商鞅一死，其法必亡，我们最大的敌人秦国必然衰落。如今霸兴又要在我楚国降世，横扫6国，统一天下的霸业，是看到曙光了。天佑大楚，恭喜大王！举姬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。你竟敢对我不敬！王后圣明，
臣妾打死也不敢的。前日我命你毁掉你那件新做的缂丝绣罗衫，臣妾以遵王后之意办了。可你竟敢偷偷向下人抱怨，说那件衣裳花了逢人绣娘半年的心血，你用尽了手段唬美大王，我罚你，你还心存不满。王后，什么事？举姬，退下。说吧。举姬的硬币项氏怀孕了，堂妹说她生下来的孩子主天下大变，将是霸星，兴我大楚的霸星。大王听了大喜，重赏项氏，封她为夫人了。霸星？这大楚社稷明明是大王和我儿米怀的，堂妹这是妖言惑众。大王对此却深信不疑呢。看来这后宫要出个与我儿争太子之位的孽障了。王后的意思是，给那位项氏把脉的是哪位太医？女医云芝。儿承女医，从何学的医术，习得何书？小医曾师从齐越人携带下医，所修之术为《内经》《灵书》《素问》《开产书》等。至今已治妇人病130又2，助产胎儿40又7。秦越人，莫不就是扁鹊？家师医道高深，因此时人以古医扁鹊之名相称。名师出高徒，想来你的医术不错了。你可知此地为何处？宫里的隐供处。作何用处？阉割4人。听说你有一个儿子叫金儿，今年几岁了？不敢劳王后过问，小儿7岁。戴瑁，奴婢在。我身边正缺一个伶俐的侍童，明日你就把金儿接进宫来吧。是。小儿卑贱，岂能伺候王后？就这么定了。王后。人常说，妇人怀胎最是生死攸关。我且问你，你既称曾助产胎儿40又7，那其他妇人们若怀身后滑产者有几成？难产者又有几成？且出生后死胎又有几成？这怀身之险，常有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然宫中不比民间，诸事皆备，女医侍任自然。我已知详尽。怀身之险，滑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那顺产者百不足10，乃是常理。我把项氏交给你了，你放心，若有差池，必不会怪罪于你。王后，小医学的是救人之术。你是要救人之术，还是想让人把你儿子接进宫？你自己决定吧。项夫人，请您用药。哦，来。今日之药可与往日不同，闻着似有些难受。应王后之嘱，新换了药方，夫人喝下去就好了。哦，女医治。项夫人刚刚用过早膳，这药的气味会让夫人觉得闷胀。你先把药放这儿，待会儿奴婢再服食夫人喝。夫人用药有时，过了时辰，药效就差了。
且慢。见过举姬，这是相夫人的药吗？正是。相夫人怀的乃是霸兴兴我大楚之人，不可怠慢。我刚刚启奏大王，从今日起，相夫人用的所有药，需全宫御医共饮药方。煎药熬药之事，须由永相令亲示。是。哎呀，药都洒了。自今日起，直到你生下孩子，你和我一同住在这云梦台的主殿里。这是我的卧榻，你就在此歇息吧。啊，应女不敢僭越。让你住你就住。倘若你诞下霸兴，你的身份就会比我高贵，或许还会比王后更高贵。啊，可是……没什么可是的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夫人，这是女医治刚刚打碎的药丸，奴婢拿来了。淡竹叶，碎骨子。你打碎了这碗药，却碎不掉它的味道。这药平白打碎了，倒是可惜。可惜？你是可惜它没有害了你孩儿的性命吗？什么意思？淡竹叶，性刚荡寒，平日服之亲热利尿，然孕妇服之，更具打胎化胎之效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碎骨子。骨能碎之，延其下胎之烈性。这是谁要害我？你说呢？难道是女医治？我与她无怨无仇？自然不是她。那会是谁呢？应女位卑，我在宫中向来小心做人，不曾得罪过谁。哪用得着你来得罪？此人一手遮天，这后宫女子谁能生谁不能生，全凭他做主。你不奇怪，我怎能知晓得如此清楚？5年前，他让我喝下过同样的一碗药。小医试过了，没有成功。那就再试。太难。你是宫中行医高手，总会有办法。相师身边的耳目实在太多，无法下手。你是想说这个差事你干不了了？那好，我可以换人。不过，明日就让你的金儿进宫替你复命。不，王后，我是说，只是眼下。眼下？是，只是眼下没有合适的机会。这不用急，机会你会有的。大王，王后来此何事啊？相夫人即将临盆，既然相夫人所怀霸兴是我楚国大兴的吉兆，臣妾怕相夫人福泽不够，降不住霸兴，特愿在相夫人生产之际，将臣妾所住高堂台让与相夫人居住，并请巫者于台外跳巫祈福。你竟能如此识大体，寡人很是赞赏。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明日西川流。
举姬请留步。我与相夫人住在一起，让我进去服侍相夫人生产，应有所注意。这是王后所居之所，相夫人生产之时，只有女医和王后可陪伴在侧，这是王后的意思，更是大王的旨意。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里面与臣子议政，非召不得入内。启禀大王，大王，举姬求见大王。大王饶命，没能拦住夫人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出去！大王，我是为了靶星而来。靶星？相夫人生产靶星岌岌可危，性命攸关。此事干系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更与大王统一天下之霸业息息相关。求大王亲事，保后宫母子平安。举姬呢？举姬在哪儿？相夫人，我要回云梦台。相夫人，别动。相氏怎么样了？相夫人脉象急促，快要临产。你过来。还记得你曾跟我说过，妇人怀胎，怀身致险，花产者半，难产者又半，死胎又半。眼下机会来了，去吧。大王到！大王，相氏如何了？大王，妇人生产乃血光之地，大王尊贵之身，你快说，她到底怎样？女医说，胎儿难产，只怕是凶多吉少。大王，听寡人的话，一定要保住我大楚的霸星。女医们正在努力，可是生死有命。大王，让臣妾进去看看吧。大胆！恭喜大王，霸星降世了！恭喜大王！快，把孩子抱出来，让寡人看看。来，让寡人抱抱着霸星。恭喜大王，相夫人为大王产下了一位小公主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公子还是公主？大王，确实是位公主。怎么会这样？霸星，这就是堂妹说的霸星吗？哼！此霸星，真是意外之喜。哼！大胆堂妹，你竟敢欺君！你跟寡人说有霸星降世于后宫，可这出世的孩儿却是个女婴。大王，臣只据星象言事，不问男女。哼！难道你想说？霸星竟是女子，阴阳相消，杀气冲天。霸星若为男子，乃国之幸；若为女子，恐怕怎么样？福祸难料。这么说，那丫头有可能是祸害，千万留不得。大王，天象已显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害呀！住嘴！你欺君罔上，寡人让你观看天象。看的是天意，你却跟寡人说什么福祸难料，要你这双眼睛有何用？来人！大王，给寡人挖去双眼，流放边关，永不得回郢都。大王，天与之，岂能不受？天命不可违呀！大王，大王，
您看那孽障怎么办？难道真的是天与之天命不可违吗？依臣妾看，既然是天命，那不如就让他听天由命好了。夫人，王后有旨。来，此女因降世，非祥瑞之兆，是生是死，由天决断。抱走。求求你，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们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，你刚刚生产，放给我的孩子！夫人，别随意走动！我的孩子，夫人，我的孩子，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生下的是个女婴，又不是男孩，有与没有，又有何区别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这孩子真是命大呀！看来，不管这孩子是不是八星，都是有些福缘的。你说呢？大王说的是。今晚月光皎洁，小公主就取名叫月儿。谢大王，我的小公主，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月。元气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南面的大殿，那大殿里有什么？有你父王。站住！你是谁呀？我不要你管！放开我，让我进去！不行，快回去！放开我，让我进去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放开我！不行，你快回去吧！你到底是谁呀？我自己回去！你不能进去！快回去吧！你不能进去啊！嘘，小声点，小心吵着大王。大胆！好了，怎么把孩子放进大殿里来了？大人恕罪！谁在那儿啊？回禀大王，是个孩子。孩子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小的失职，我这就把他赶开。哎，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
寡人倒是想看看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闯寡人的大殿。是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猜猜。你是大王。那你是谁啊？你也猜猜。你一定是寡人的公主。可你是哪个公主呢？你知道的。寡人不知道。寡人有10几个公主呢。哼。这孩子气性挺大的。我叫芈月。哦，还是你给我取的名字呢。哦，是你呀！寡人知道了，小霸星。没想到你都长得这么大了。我也想不到啊。你想不到什么？我原来以为你是一只大老虎。寡人怎么会是老虎呢？老虎是大王啊，你也是大王。好吧，就算寡人是只大老虎吧。你站起来。为什么？你站起来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娘亲说过，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哎，老虎的屁股摸得是吧？哎，你摸摸这儿，看老虎的脑袋是否摸得？老虎的脑袋也摸得，老虎的须子也摸得，老虎的鼻子也摸得。父王，你去看看我娘亲吧。你娘亲？她是相夫人。哦。她很想你的，日日都想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日日都站在门口，朝父王这里望啊望，就是不说话。哦。可是寡人今晚已经答应去王后处用膳了。好吧，回去告诉你娘亲，寡人今晚就去。好，你要说话算数。好了，眼下寡人要忙政务了，你自己去玩吧。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父王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在大殿的后面有个偏门，以后你就从那里进出，不会有人阻拦你。好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臣妾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臣妾蓬头垢面，衣衫不整，望大王恕罪。怎么，月儿没告诉你，寡人今晚要来？哦，小孩子的话怎可作数？寡人的话可是要作数的。你怎么哭了？臣妾高兴。过去，寡人冷落你了。
夫人，大王去了相夫人那儿。大王去了相氏那儿？是奴婢亲眼见到的。4年多了，这云梦台都快成了冷宫了。不知大王今日怎么就想起了云梦台？大王不是想起了云梦台，而是想起了相氏。还是有子嗣好啊，大王至少会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来看看他的娘亲。哼。母后说肚子饿了，咕噜咕噜响。再等等，你父王马上到了。王后，大王到了吗？大王去相氏那儿了。相氏？哪个相氏？举鸡的硬币。举鸡的硬币？就是那个霸星，那个芈月的娘亲。大王半月不进后宫，说好了今日与我一起用膳，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去了那个贱婢那里？那个贱婢无声无息好几年了，今日是施了什么狐媚手段，让大王又想起她来了？宫里有些人，表面上死人一样，背后可不安分，王后得留意了。母后，父王不来了，说儿可以用膳了吗？你吃吧。父王。你是来叫父王去看你娘亲的吗？不是，月儿来看看父王。娘亲说父王走到他那儿不好。有何不好啊？有人会不高兴。谁会不高兴呢？只要寡人高兴就好。这些点心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你吃吧。可我娘亲说不能乱吃别人的东西。哦，你娘亲把你管束得很严呐。可你又不是别人，你是我父王啊。此话有理。那我就尝尝。吃吧。大王，小公主睡着了，我还是送她回宫吧。寡人想歇息了。大王，您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去他娘亲那儿。哦，是。自楚宣武王以来，楚国一直是诸国中的王者。前不久，齐王、魏王等人在徐州会盟，竟然相约并力讨伐楚国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王，微臣还听说，齐王已派使臣去见越王吴江，越王已答应齐国共同攻楚。齐王居心叵测，一心与寡人争霸，不灭齐王之气焰，寡人食无味，寝不安。寡人有心亲自率兵讨伐，先攻越国，然后移师北上。大王，既然您已有决断，这是一场大战，我等需在粮草、兵器、战车、舟船等项早做筹划。启禀大王，永相令有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拜见大王。后宫又有何事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怀孕了。
本王刚决定出征，项氏就有了身孕，这是吉兆啊！好，恭贺大王。项氏有孕了？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近来大王去云梦台多少回了？拿小孩子这么宠，算他有手段。那项氏出身低微，就算他有子嗣，偶尔受到大王临幸，又怎可与王后相提并论？戴瑁，去告诉膳房，准备几样大王喜爱的点心，午后我跟舒儿给大王送过去。是。母后去，舒儿可不可以不去啊？舒儿为何不去？父王的脸好凶，舒儿怕。父王是大王，有王者之气，父王何尝对你凶过？舒儿就是不想去。闭嘴！你是嫡公主，畏畏缩缩，哪有点嫡公主的气度？王后，舒公主。举姬，听说你的应妾项氏怀孕了，该恭喜你呀！大王在天子嗣，大家同喜。哦，大王已经下旨，项氏怀孕期间，一切事务由我来打理，以免劳烦王后和其他姐妹。那就有劳你了。大老虎舒服吗？舒服，有小老虎敲背，大老虎太舒服了。来来来，这儿也敲敲。还有这儿，这儿也给敲敲。放肆！芈月，身为王女，怎可军前无状？月儿孝顺，给父王捶背，何过之有啊？臣妾是怕小孩子没分寸，坏了君臣父子之礼。你是在说寡人吗？臣妾不敢。是舒儿好久未见父王，思念的厉害，特让膳房做了些点心给父王送来。舒儿，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，快去。你怕寡人？寡人的样子很凶吗？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，你看她，她是你妹妹，她就不怕寡人啊？原来你是我姐姐，我们一起去玩吧。母后，父王，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去玩吗？当然可以，去吧。我们出去玩了。膳房新做的点心，快给大王端上来。大王，这天气潮热，绿豆糕最是下火。王后有心了。这些日子，大王很少去后宫，后宫的嫔妃们都盼着呢，如大旱望雨。这阵子国事过于繁忙。国事繁忙，大王还要注意身子。大王若是要去后宫，也望能雨露均沾，免得会有怨言。哦，有何怨言？说来寡人听听。这怕是王后对寡人有怨言吧？不敢。你要与我玩什么？你会放屁吗？放屁？放屁会。那你放一个。你看我的。我放一个。我可以放个连环屁。我也会。亏了母后不在，她若见了，定会说我们行为粗鄙、大发脾气的。母后为何生气？因为我是公主，应当言语得体。我也是公主，但是我娘亲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得体。但我是嫡公主啊，那又何
何不同？你见了我应该行大礼。好吧。好了，我给你行礼了，你应该向我行礼。为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好。舒儿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们在礼尚往来。大胆！你们可知礼仪廉耻，尊卑有序，简直没王法了。芈月，你给我跪下，即刻向嫡公主赔罪。跪下！我不跪，我不跪，我为什么要跪？我不跪，我就不跪。王后，我不跪，我不算了，跪。小孩子玩耍，别太认真了。大王，芈月刁钻顽劣，目无尊长，若无人好好管教，寡人倒是看着孩子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率真可爱的很。可惜是个女孩，若是个男孩，前景不可限量。朝阳，伐越攻齐之事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我等已筹集兵力10万，战车3000，粮草舟船也都准备妥当。万事齐备，只等大王发令。好。屈子，你是大祭司，就由你为大军择一出征的吉日，让那些鼠辈们看看我大楚的气势。是。还得再烧点热水。烧。夫人用力，热水来了，快出来！放那，快出来了！快，夫人，再使劲，已经露头了。快，头巾。见过大王。生了吗？孩子如何？恭喜大王，相夫人生了一位小公子。哦，哈哈哈哈！好，好，寡人明日就要出征，宫里又添了位小公子，吉兆。大王，何不给小公子赐名？起来吧。寡人戎马一生，小公子就取名为荣。今升相士为妃，赐章华台，赏锦缎100匹，华服10件。是，臣妾替相妃谢恩了。谢父王。月儿，父王就要去打仗了，你在宫里要听娘亲的话，做父王喜欢的小老虎。好，月儿知道了。大王即将出征，还有何事要吩咐臣妾的？本王此次出征，少则1年，多则2载。太子监国，朝阳屈原辅佐。出征日久，后宫就全靠王后打理了。大王放心，臣妾竭尽全力，不辱使命。这就是我的寝宫，以后我和孩子就可以住在这儿了。相妃，王后谨遵大王旨意，已将赐给相妃的华服做好，请相妃更衣换装。这些是王后特令永香精心赶制的，相妃云容月貌，穿上华服更增荣光。这衣裳如此的精美，我若穿戴它们，也许过于华贵了。玳瑁服侍相妃更衣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我自己来就好。这是奴婢的职责。玳瑁姑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别碰！记住了，在这宫里，不该问的话别问，不该碰的东西别碰。是，姑姑。夫人，您的早膳。夫人，您的脖子……啊，我的脖子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一夜之间，臣妾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这是恶疾，快，立刻封宫，带相妃出宫避疾。是，带走。不会的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王后。王后，王后，臣妾不是恶疾。娘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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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你们！别送我出宫！求求你们了，别送我出宫，放我出去！啊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家，我叫魏家。有人让我照顾你。你照顾我？我的侍从呢？侍女呢？嗨，还有什么侍从侍女啊？有我魏家照顾你，保准伺候的你美美的。你别过来！不要！我是大王的妃子，你要是敢冒犯我，小心你的狗命！我魏家是烂命一条，要不要的无关紧要，只要能和你风流快活，千刀万剐我都愿意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有恶疾的人，有恶疾的。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哪儿去了？芈月公主，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你怎么又上树了呀？当心摔下来。树上多好啊，看得又远又凉快。出国700年，哪有一个上树的公主？公主为什么就不能上树？当公主就得傻呆呆地坐着，闷死了。什么话？小心一会儿又要挨板子。姑姑，你说宫里这么好，为什么小鸟都喜欢飞到宫墙外面去呢？外面天地大呀。所以当公主还不如一只小鸟，有什么好？好吧，你就在树上待着吧。蓉儿肚子饿了，葵姑要给蓉儿做好吃的点心去了。皇歇奉师屈原之命前来拿取祭品，请厨娘相助。哎呀，你就是皇家的歇公子啊！我们这里的人呐，都听说过你的名字，说你年少聪颖，举目成诵，是屈夫子的得意弟子。皇歇愧不敢当。哟，瞧你这样子，彬彬有礼的，是个小君子。
我跟你说啊，今日厨房正忙着给王后和舒公主做桂花糕，所以祭品还没有来得及做。你在这等一会儿吧，啊？有劳了。哎，怎么少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刚放了。你看，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。这事儿你可马虎不得啊，闹不好咱俩都得挨板子。是，您多担待。奇怪，怎么又少了2个？真是怪事儿！我刚刚明明放的呀。我也看见了。不对，闹鬼，肯定有鬼。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啊？有贼！哎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小东西，大白天装神弄鬼的啊！我就不信我抓不住你！过来！别碰坏了我的东西！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！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！别追了，我过来！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！别跑，我都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哎呀！嘿，小贼！你才是小贼！这高本是我的东西，我这是自取。你什么意思？真是个呆子！宫里的东西都归大王，对不对？大王是我的父王，大王的东西要赐，会赐给谁？当然是赐给我了。所以宫里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东西喽。说起来，你我从没见过面，却帮我，图什么？皇歇只是看不惯以大欺小。难怪厨娘叫你小君子。来，月儿赐你1块糕。君子不受嗟来之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拿着啊。不过你只有1块哦，剩下的是要留给我弟弟米荣的。这糕真好吃。你说，你是公主？难道有假？倒也不是。大王的儿女很多，只是你的穿戴打扮也太破。实在是不太像，不像个公主。他们也是这样说的。谁？那些像公主的人呗。你等着。不像公主又怎么样？那些像公主的人，他们会吗？皇歇心服口服。行了，这个果子就送你了。哎，你这软鞭好灵巧，能让我看看吗？给。别人的软鞭呀，都抛不出石子，而你这软鞭真好，既能打远物，又能打近物，真稀罕。我在鞭子上啊加了个小兜兜，打近物时是鞭子，打远物时啊就是抛石索。记得呀，小时候有一首玉鞭歌：白马玉鞭金佩银鞍。今日啊，才算真正的开了眼界。你要是欢喜，我教你怎么用软鞭吧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看，鞭是一条绳，全靠缠得轻。拾鞭时要收回如虫，放出如龙。你试试。来，抡。哎呦，怎么老掉啊？熟能生巧，多练练你就会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弟皇歇一拜。小君子，你有什么技艺可以教我吗？皇歇无能，但我有一个师傅，他可是天下第一无所不能之人。真的？你若不信，等过几日我带你去见他。说话算数啊？当然算数。
子黄歇拜见师父。弟子芈月拜见师父。你是谁？我何曾收过你这个弟子？我是芈月，我的娘亲是向妃。既然你是天下无所不能之人，自然就是芈月的师父。好伶俐的小嘴呀，芈月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当年宫中传说的那个小霸星。屈子说错了，月儿是月亮，不是星星。不管是星星还是月亮，都不是世间凡人。师父，芈月想随弟子一起请师父授业，不知师父能否答应？不答应也得答应了。你没看见适才他都拜过师了。谢师父。战报！战报！徐州之战大捷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战报！战报！大王要班师回宫了！拜见大王！拜见大王！恭喜大王得胜而归！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寡人出征3年，宫中全靠你来打理，你也辛苦了。大王，这都是臣妾分内的事。臣妾听说大王收复越国，转战齐国，大小之战数十次，3次受伤，心如火焚。沙场刀剑无情，受点伤，稀松小事。一晃3年，寡人见自己的孩儿都长大了不少啊。可不是，大王不在的时候，宫里的大事小情全由太子定夺。经过这次历练，朝阳和屈子都说太子脱胎换骨，可以独当一面了。玉不琢不成器。记得寡人出征时，月美人刚好有孕，项氏则给寡人生了个公子。2个孩儿现在如何呀？月美人生了一个公主，孩子已经2岁多了。孩子生得乖巧可爱，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。举姬携芈容向大王请安，快！起来，蓉儿，过来，到父王这儿来。来呀！快过去！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像寡人，也像他的母亲。孩儿的母亲项氏呢？大王，您出征不久，项氏便得了恶疾，被臣妾送出宫去避疾，没想到在宫外医治无效，不久就故去了。家人薄命，项氏可惜了。大王，龙体要紧呐。父王，何人啊？我是月儿。月儿，寡人的小老虎。来，让父王好好看看。几年功夫，月儿已经长得这么高了。可惜你娘亲已经过世了。禀报父王，我娘亲还在世。什么？月儿娘亲没有死。月儿，你怎么知道你娘亲还在世？月儿前不久还见过娘亲，娘亲住在一个小屋子里，被恶人打
当真？此事你禀报过王后吗？没有。你放心，寡人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